喜庆了。果然有两下子，这情人路就归嫂子了，保证四哥喝下之后，从此对嫂子如痴如醉。那既然交易完成了，咱们就再见了。不送。他果真跟唐王勾结一起，真是是非不分，助纣为虐。可是属下奇怪的是，王妃偷走账册后，又花了半宿时间抄录了一份送了回来，他究竟是何用意啊？或许他以为这样做，本王就不会察觉账册被偷被换的事情。可是这账册无论从外形还是笔迹差异都非常大，他不会以为能瞒住王爷吧？他怎么想，本王并不在意。这个蠢笨的女人，本王恨不得立刻把她驱逐出府。任务只要我偷账册，可没说不让我把账册多抄一份。现在我的任务搞定，秦川查探府案也不耽误，只有傻子秦羽一个人受伤的事件完成了。这个呢？你就拿去喂猪吧。我去啊！哦，是。啊，穆小西呀，穆小西，你可真是个天才。我去，谁要劈我啊？属官，属官，属官，你出来！因为你的任务失败了，所以按照惩罚，不但要被天雷轰顶，而且还要被扣除回城碎片1块。可我已经把账册交给秦羽了呀，凭什么说我失败了？给我！因为你偷到的账册是假的，所以你的任务失败。假的？不可能！哎，属官，不可能啊！我根本没写这种剧情啊。在原来的剧情里，徐掌柜是被雷给劈死的，现在他没死，账册也变成假的了。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？哎呀，看书呢。喝点茶吧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我就是从这儿路过，看见你了，跟你打声招呼。约法3章第2条，如非必要，不许出现在本王面前。你到底还要本王说几遍？哎呀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？那若是本王偏要翻脸呢？我就是想过来提醒你一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徐掌柜是拿假证据来骗你的？哼，笑话！你真当本王像你一样无知吗？况且，你不过是个挂名的，本王的事，少插嘴。你今天吃火药了？怎么这么凶啊？
对你这种人，还向本王客气？司秦川，亏我还违背原剧情，辛辛苦苦手抄了一份账册留给你查案，真是好心没好报。好，约法3章是吧？我记住了。等一下，等什么等啊！我再出现在你面前，我穆小溪的名字倒过来写。王爷，这账册确实跟属下抄录的那本假账册一模一样。他偷走账册的目的，显然是为了帮助谭王。可是留下一份一模一样的，岂不是让前面的功夫全部白费？照这样一来，谭王会以为您没了账册，便会放松警惕，更加方便查案的推进。那这么说，王妃不是为了帮谭王，而是为了帮您啊？可是，他为何要帮助本王呢？王爷，王妃对您的爱慕之心，京城皆知。当她知道谭王要对您下手的时候，便挺身而出，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您看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他虽然确实贪图本王，但这件事情也算帮助了本王，是本王错怪他了。对了，那个神秘人袁剧情似乎也参与其中，对他的调查必须抓紧。是。王爷，您既然听得到王妃的心声，那何不就从王妃身上下手，多听几次，肯定会有收获。本王也是这么想的。王爷，王爷，王妃刚刚收拾行李出门，回娘家去了。西西呀，你这才走2天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感情破裂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秦川就正式分居。哎呀，胡闹！这小夫妻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。当年我和你娘也吵过架，你娘那脾气可不是一般。通情达理呀。西西呀，这个你得和你娘我好好学学啊。这夫妻嘛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你也别和王爷太较真儿啊。反正我不会去。老爷，瑞王殿下登门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不见。姐，自家姑爷客气什么？快请。是。西西啊，给王爷加个菜。我不加。无碍，本王自己来。王爷，我这女儿啊，被他娘给惯坏了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本王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。王爷言重了，这小两口有矛盾，很正常嘛。是啊，都是拜了堂洞过房的夫妻了，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？说开了就好。洞房啊？怎么了？这刚才还在练独门绝学，这怎么又醉过去了？哎呀，王爷和那个护卫之间真的有问题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借酒消愁，愁更愁。你说咱们王爷啊，才貌双全，文韬武略，偏偏在这男女之事上不行啊！你说作为男人，谁受得了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咱们得帮帮他。
岳父大人，王爷，你醒了？天已经这么黑了。是啊。嘿，王爷，酒大伤身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喝这么多了。今夜天色已晚，王爷无论如何也要在府上住上一夜。不必了，本王还是回府吧。哎呦，王爷呀，男女之事上力不从心，王爷不必气馁。这是京中名药，吃上几粒，保证王爷生龙活虎。岳父大人，您误会了，本王真没有事。哎呀，西西不知道，本王真不需要。你需要。王爷，哎呀，西西，哎，西西呀，今晚王爷留在府里过夜，你要好好伺候啊。男人嘛，偶尔有点意外很正常，你要多体谅，以鼓励为主啊。我鼓励个大头鬼啊！事先声明，我可不跟他住一个屋。哦，无妨，那边分房睡。哼。你老盯着我看什么？奇怪。办法都试了，还是听不见。这牵手也不行，喝药也不行。罢了，此事打住吧。我想呀，应该就是个误会。不，属下觉得不该轻易言弃。您就再仔细想想，就真没有其他特殊的事情发生啊？他当时为了让本王喝药，是嘴对嘴喂给本王的。啊？就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如此奇耻大辱，本王如何说得出口？再说，那是巧合。不过那一刻，似乎真有异象发生。原来如此，哼！哎呦，这是吧？大可不必。王爷，您不必羞涩，为了您的他心头能力，属下甘愿牺牲。来吧。不必牺牲了，你好好活着吧。不牺牲属下，那您去找王妃试试。荒唐！本王岂是那等出卖色相之人？这小子不错啊，男子汉大丈夫就要越挫越勇。啊，我给自己备了点儿。年纪大了，情有可原嘛。年轻的时候我也没见你厉害过呀。我有年轻的时候啊。小点声，咱们是来解决王爷跟小西的事儿，你自重一点。
摇曳的烛光诉说夜的心事，思念你的我此时用仰望来代替，飞舞的落叶藏着不声不响的希冀，衡量着我为你呼吸的频率。夫人呐，真有你的。谁？谁在那儿？晴川，你大半夜的在我房间干嘛？啊，这是你的房间啊？啊，本王，过来参观参观。参观参观，这种理由我会信吗？那本王要是说我在梦游，你该信吧？大哥，你编理由也用点心好不好？再说了，这句话的版权是我的。说，是不是酒后乱性、见色起意？绝对不可能。哦，那你倒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！本王真的是在梦游是吧？行，还记得上次我梦游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可没忘。你把门锁了，你还想对我瓮中吃鳖啊？来人，有没有人？来人！来人！王爷，这昨晚上怎么闹出这么大动静？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。昨晚本王进屋之后，门不知道被谁锁上了。啊？那昨晚上亲了吗？啊？不是，我是问，那您能听到王妃的心声吗？当时那种情况，本王哪还顾得上这个？哎，也不知道是谁脸皮这么厚，在这气定神闲的，跟没事人一样哈。你听本王解释，昨晚真是误会。哎，是我懂，
梦游。你笑什么？昨晚上是不是你？没有，小人可不敢。这个晴川我比任何人都了解，他不好色，也不会酒后乱性。昨晚确实有些奇怪。你盯着我看干嘛？本王在看风景。本小姐这是特意过来告诉你，以后不许进我房间。赵铁，属下在。本王又能听见了啊？能听见了？对，太神了，王爷。是啊，可究竟是何原因导致的？这是何原因？就属下这个笨脑子，属下也想不通啊。那王爷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经过这几日补充搜查，贪腐案的证据已经铁证如山。你带着本王的信物，将涉案官员全部擒拿，交3法司会审，揪出幕后主使。本王会接着探查原剧情的底细。遵命。